咁嗰日咧就係、星期五嘅晚上9點鐘，Julian 食完飯，決定翻公司攞翻啲嘢。咁咧嗰日咧係星期一嘅早上8點半，好多人都未翻工，但係 Julian 嚟翻早到。嗰日咧係星期三嘅 lunch time。嗰日係星期六嘅朝頭早，啲人翻長洲。嗰日係邊日都唔知道啦，已經。嗰日 Julian 翻工翻到天昏地暗，佢迷迷糊糊就翻到工啦嗰朝早。嗰日咧係風和日麗嘅日子。嗰日咧係大風大雨嘅日子。Julian 咧冒住風雨都要決定翻工。翻到公司，佢平時係要轉 lift 咁樣先翻到工，因為公司好高㗎。當佢離開第一部 lift，決定平時咁樣行去第二部 lift 嘅時間，佢突然間發現第二部 lift 唔見咗。咁佢就呆咗，好驚，心諗我點樣翻我公司咧？佢突然間靈機一觸，決定行樓梯。佢突然間靈機一觸，決定唔翻工。佢搭翻原本嗰個 lift 落翻下邊。落喺 lift 入邊嘅時候，佢發現咗佢搭極都落唔到下邊。同一時間 lift 入邊得佢自己一個人，冇第二個人。於是佢決定撳下嗰個警鐘求救啦。當佢一撳警鐘嘅時候，個 secure 應佢就問佢咩事，佢就話自己揾 lift。佢就話自己唔係當佢撳警鐘嘅時候，冇人應佢。當佢撳警鐘嘅時候，應佢嗰個人唔係 secure，係佢老闆。當佢撳警鐘嘅時候，應佢嗰個人係佢男朋友。當佢撳警鐘嘅時候，佢發現自己駁咗去消防局。消防局就問佢：你係咪火燭？佢就話唔係，我揾 lift。消防局咁問佢：你今日實施乜嘢？消防局嗰人就問佢：你係咪揾 lift 啊？消防局嗰人決定加速 William 快啲。決定唔答佢。消防局嗰人話俾佢聽：呢部 lift 係本身壞嘅，你真係唔好彩。消防局嗰人教佢點開翻部 lift 門。消防局嗰個人同佢傾閒偈。消防局嗰個人就話佢打錯，收咗佢先，然之後佢決定再撳多次嘅時候，攞咗警告。佢決定唔撳警鐘，佢決定坐喺度睇書。佢混呢嘅期間發現到自己 M 到，但係冇 M 緊。於是佢好無奈，就撳個警鐘求救。警鐘另一邊傳嚟係佢媽媽嘅聲音。佢媽媽就問佢：阿女，你係咪 M 到啊？佢就話：係啊，媽媽，但我冇 M 跟點算啊？於是突然間喺個 lift 度，嗰個天井突然間打開咗，就一包 M 跟跌咗落嚟。於是佢媽媽突然間打開個 lift 門出現咗，拎咗一包 X 牌嘅 M 跟出嚟俾佢睇。就話：阿女，你唔好唔記得我對你嘅教誨。做女仔係唔可以唔帶 X 牌嘅 M 跟喺身邊㗎。佢媽媽就話：呢個牌子我由細到大㗎啦，媽媽都試過，你都一定啱用㗎。佢
佢媽媽就話啦：呢包 M 巾就係我對你嘅祝福，媽媽要離開你啦，你拎住包 M 巾走啦。No。佢媽媽將包 M 巾擺低咗，之後閂翻門。佢媽媽就拎咗包 M 巾出嚟。之後叫佢阿女，你而家試下用 M 巾俾我睇啦。佢媽媽將把 M 巾拎咗出嚟之後，唔出聲，等個女俾反應佢。好啦，繼續啊。個女就話：世上只有媽媽好。其實好。No 啦。個女就好感恩，即刻拎把 M 巾出嚟用。No。佢個女同佢媽媽對望咗好耐，然之後個 lift 就突然間喐翻，佢就翻到上公司個位度。No。佢拎起包 M 巾，同媽媽講：你點知我用 X 牌 M 巾嘅 No。佢拎起包 M 巾，望一望同媽媽講：係啊，都唔係用 X 牌嘅，我用 Y 牌㗎嘛。然之後自己喺袋度抄到一條 Y 牌嘅 M 巾出嚟。No。佢同佢媽媽講：估唔到一次咁對你，你都對我不離不棄，仲喺我最危急嘅關頭再嚟幫我。我決定翻去同你一齊住。 Yes。Okay, thank you very much. 哇！救命！